七股就是海产的故乡，所以当地上青上名的七股宴，其中有一贴加侪贵宾拢欢喜来推荐。这嘛是七股海产节，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要设开100桌，其中欢迎大家7月9号到8月27来七股有食阁有掠。大家都知道，台南是美食的故乡，其中七股是海鲜的故乡。我想很多好吃的海鲜通通在七股。在我面前的这么多好吃的，很多非常多的都是在七股。除了海鲜节，除了有海鲜飨宴之外呢，更重要还有这个蒙恰吹亚的活动哦，那就去开放亲子在4梯次，去年只有2个梯次，今年开放4个梯次，让很多亲子都可以下水来摸这个不是文革赤嘴恰吹亚，能够让许多亲子共同徜徉在这个山光水色又很漂亮的这个水温的海中，然后能够抓到这个野味新鲜的恰吹亚，好，那会欢迎大家。那除此之外，还有海鲜宴，还有许许多多的活动都欢迎大家来七股观光，来七股吃海鲜，来七股大快朵颐。除了七宝宴，由观光旅游局甲七股区公所合办，伫赤水园所推出的望蛤蟆体验嘛是重头戏。市府为了让民众拢有机会来感受，今年增加为4场，人数嘛对1,500位提高到3,500位，欢迎网络预约报名。另外，伫龙鱼特产的展示会当中，今年嘛有家己因七股海产节 T 恤文化创意，邀请大家热闹拢来七股行行。今年的话，因为有下去蒙蛤蟆人他很多，那小孩子上来或是大人上来会比较冷，那他们都是想换一件衣服，那换一件衣服以后说，这个跟平常的衣服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是推出呢，我们就是来这边呢，用的我们一个2022年呢，我们七股海鲜节的一个 logo 进去。那当然，我们今天记者会只有一个 logo 而已。那我们有很多 logo， 就是黑呀、蛤蟆什么都有所以来给大家去选择。那颜色我们弄了很多，那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文创所以我们想说除了我们在办海鲜节以外，我们把文创也把它显示出来这样子。七股区长会长马大新提醒游客，要礼拜6空码头体验活动，伫七股游客中心拢有免费接送，欢迎民众多多利用。台南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